半岛电视台关于中国集中营政策和流亡维吾尔人的信息图表影片获得国际特赦组织的新闻奖。半岛电视台的数字创新工作室因其节目《未知土地上的生活》而获得国际特赦组织的最佳数字媒体实用奖。该节目讲述了国外维吾尔人的生活。该影片记录了4名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日常。这些妇女逃离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现在正在伊斯坦布尔重建生活。总裁扎赫拉对半岛电视台说：“我们的团队将继续使用创新技术和格式来讲述受冲突和不平等影响最大的人的故事。我们在维吾尔人的家庭中度过的时光，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情绪压力和疏远感。”中国在新西兰开展的关于东突厥散局势的宣传活动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该活动的一些参与者说，由于中国的宣传，他们对东突厥散的局势的担忧正在增加。据新西兰新闻中心报道，4月30日下午，中国驻惠灵顿大使馆和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为新西兰的一群学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组织了一次名为“所谓新疆是个好地方”的运动。根据报道，活动期间向观众展示了一系列宣传录像带，描绘了所谓新疆是一个和谐与民族团结的地方。被政府选出发言的当地代表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享有自由随心所欲的生活。但是参加会议的新西兰国民党发言人格里布朗勒说，观看中国的宣传视频后，他对东突厥散的长期关注已在加剧。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表年度特别301报告，指中国未有完成全面履行两国首阶段贸易协议中有关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承诺，继续将中国列为优先关注名单。报告提到，中国去年修订专利法、版权法及刑法，又发布多项有关知识产权的监管措施草案，但这些迈向改革的措施需要有效执行，而且未做到所需的全面根本改变，因此修订法律的有效性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认为中国的司法体系保护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不利，真正独立的司法对促进中国的法治及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中央政法委旗下新闻网站官方微博刊图发文嘲讽印度抗议不力，引发众怒。据苹果日报报道称，中国长安网近日发布的惹火微博中写道：“中国点火 vs 印度点火，印度单日新增确诊例40万例”，并配上一张合成图片，左侧是中国发射火箭现场图，右侧是印度火化染疫死亡的遗体的照片。如此凉薄的贴文是在中英恶交下的一种反击，但切合中方一贯的战狼风格。然而，今次中央政法委却踢到铁板，虽然仍有小粉红留言力挺，大批网民炮轰中央政法委做法，认为官微发这个是不合适。就在网民的怒潮中，中国长安网积极将贴文隐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于5月1日签署停火协议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加帕罗夫昨天在公众讲话，他说：“我敦促每个家庭返回家园，不要相信挑衅。”他指出，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界上有超过27000名平民因冲突而流离失所。加帕罗夫承诺，因事件而损坏和烧毁的房屋将由国家修复。同时，当局表示，该地区的局势已得到控制。